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决心，予你所有的温暖。偏偏你的爱只是苦惨，就算地站，我也陪你到永远。了解爱情对你所有遗憾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杨泽先生的新歌《目屎一斤重》。这首歌词曲作者是石国人老师，这是三立8点档一家团圆的片头曲，原唱是杨泽。这是一首降 A 大调的歌曲，4/4拍子啊，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啦。那么它的速度呢是61，1、2、3、4，所以这一串速度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唱多高啊，你的速度有多快啊。来，我们来看嗦啦嗦嗦，咪嗦啦哆哆来哆啦嗦，再一次嗦啦嗦嗦嗦有1拍，那附点呢有1拍，所以嗦要唱1拍半，嗦啦嗦嗦，咪嗦啦哆哆来哆啦嗦2。我这有转音，请要带进来。咪嗦我决心，停，予你所有的温暖。嗦，这个拉呢也是嗦啦嗦嗦嗦，有的温暖。我决心，予你所有的温暖。嗦嗦嗦嗦。嗦嗦，这个要很快，这个1/4而已。嗦嗦咪咪瑞哆哆瑞咪瑞瑞2、3、4，嗦嗦咪咪瑞哆哆瑞咪瑞瑞2、3、4，偏偏这个呢这个嗦嗦咪呢，这是一个1拍的切分音。两头短，两头只有1/4，中间呢半拍，中间长啊。那我们要怎么唱呢？嗦嗦咪，嗦嗦咪，那唱歌词呢？偏偏 n， 偏偏 n， 这个呢要把这个偏的尾音唱出来。偏偏你的爱只是苦惨，惨，它这个闭口音，所以你惨闭起来，偏偏你的爱只是苦惨闭，咪咪嗦嗦啦嗦咪，瑞瑞瑞咪瑞咪瑞咪瑞瑞瑞哆啦，咪咪嗦嗦啦嗦咪，瑞瑞瑞咪瑞咪瑞瑞哆啦，丢这个小小的转音，这里也有一个，都要带进来哦。就算地站，站是个闭口音，站要闭口哈。就算地站，我也陪你到永远，我也陪你到永远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了解呢，要跳8度。嗦嗦嗦啦嗦咪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哆，再来一次来嗦嗦嗦啦嗦咪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哆2、3、4，了解爱情对你所有遗憾，对你所这个跟刚刚的这个偏偏呢，你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切分音一样，这也是一个切分音，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嗦嗦嗦啦嗦咪瑞瑞咪瑞瑞咪，了解爱情对你所
了解爱情对你嗦瑞咪哆啦哆，瑞咪哆啦哆。了解爱情对你所有遗憾，三四。遗憾的憾呢，憾也是一个闭口音，我漏了圈圈啊，请大家自己把它圈起来。来，了解爱情对你所有遗憾，要闭口哈，要闭口，要把它圈起来，要闭口音来。来，继续我们唱副歌来。Re re mi do re re mi re do re re mi 又来一个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，有没有 ？re mi re do re 你开心遥远，心遥远，你开心遥远，嗦咪瑞咪，一生最爱你一人，这个咪请要带进来，一生最爱你一人，你嗦咪你一人，瑞咪。你开心遥远，一生最爱你一人。嗦啦只有半拍来，前半拍休息。嗦啦啦嗦啦嗦啦嗦咪嗦二三再来。嗦啦啦嗦啦嗦啦啦嗦咪嗦二三四。我敢爱敢当啊，敢担当嘛吼，我敢爱敢当，敢承担啊，这个是个担啊，是闭口音哦。我敢爱敢当，敢承担二三。我敢爱敢当，敢承担。好，来，我们呢，再来呢，从这里副歌呢，这里来啊，来唱上承担哦，来。你开心遥远，一生最爱你一人，我敢爱敢当敢承担，咪嗦啦啦啦嗦咪二，咪嗦啦啦啦嗦咪二，眼睛翻呀啦你一人，你有转音你的人，你的人，嗦啦啦嗦瑞咪，眼睛翻呀你的人，眼睛翻呀你的人，瑞咪嗦啦，瑞咪哆嗦啦。re mi do so la， 过去情理变成空，过去情理变成空，从前面来，眼睛还呀你的人，过去情理变成空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要休息半拍，后半拍唱嗦啦。嗦啦哆哆哆哆瑞哆，嗦啦哆哆哆哆瑞哆，嗦啦哆哆哆哆瑞哆哆。原来你需要的爱，原来你需要的爱，你需要的爱。原来你需要的爱，啦嗦咪嗦二三四，啦嗦咪嗦二三四，星转是星转。原来你需要的爱是星转二三四。咪瑞咪嗦嗦，心腹着流乱，心腹
着流乱，啦哆哆瑞哆啦嗦，啦哆哆瑞哆啦嗦，甘也着放，甘也着放。嗦啦嗦，嗦啦嗦咪瑞，瑞咪瑞瑞哆，嗦啦嗦，嗦啦嗦咪瑞，瑞咪瑞哆。目屎只紧动，我心寒。目屎啊，这个眼泪那个目屎呢，这个前面要休息半拍。目屎屎呢拉短收长啊，前短后长，一斤当啊当呢哈，这个半拍又附点啊，所以3/4啊，这个1/4要休息啊。目屎只紧动停，我心寒。瑞也是有附点呢，我心寒。目屎只紧动，我心寒。唱到这里呢，第一遍就唱完了。接下来间奏8小节之后呢，反复来，我们又从头唱啊，又唱到哪里呢？又唱到这里，我心寒。第一遍、第二遍高帽子都要唱这里，有没有？接下来这个看到一个蛇拗的符号，蛇拗符号在哪里？我们要接着这里啦，你的开心要完，那就是副歌嘛，对，就把副歌又唱这个我心寒，这样2遍半才有唱完哦。来，第一遍我们唱完了，我们来唱后面的1遍半，然后第2遍跟后面的半遍来。我关心，互你所有的温暖，偏偏嗦嗦咪有没有？我们说过，这个嗦嗦咪是2头短，中间长。偏偏你的爱只是苦惨，就算对站。我也陪你同永远，了解爱情对你所有遗憾。3、4，你的开心遥远，一生最爱你一人。我敢爱敢当敢承担，眼睛反映你的人。过去情理变成空，听原来你需要的爱是成全。3、4，心目着流乱，甘也着放。目屎只紧动，停我心寒。3、4，你的开心遥远，一生最爱你一人。我敢爱敢当敢承担，眼睛反映你的人。过去情理变成空，手啦，记得啦，刚刚有同学有听到同学这个忘了休息啊，不对哦，这里要休息半拍。手啦，那个过去情理变成空，手啦哆，手啦哆哆哆，手啦哆哆哆哆哆哆，来，记得哦，要休息半拍来。过去情理变成空，原来你需要的爱是成全。心目着流乱，甘也着放。目屎只紧动，我心寒。唱到这里呢，2遍半就唱完了。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目屎一斤重，
这是8点档啊，3立8点档一家团圆的片头曲啊，也是杨哲先生呢最新的歌曲啊，很好听哈。这个是石国人老师的作品呢，几乎就是票房的保证哈，真好听。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啊！来，欢迎大家呢到 YouTube 频道来订阅、按赞，并给岳云老师呢分享给大家爱唱歌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欢唱。今天这首目屎一根重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